欢迎来到阮草岭，来你伊的名叫啥物？皮肉裤。咱要来介绍咱草岭的烤地油甲烤地油鸡，啊，这是阮家己阿公阿嬷种的，伊透早白起来拢会啉一汤匙啊，安尼啦。咱迄啉就对，够味。阿嬷，即摆天气慢慢变寒，阮会当转来遮，甲你住。好啦。对啦。好啦。草岭上印象嘅。我上印象就想阮阿嬷甲我拍，因为有苦辣嘛。系啊。伊装水穿到规副单包裹转来。我个腿啊！阿姨才有迄滴水啊，来空音来才有滴水啊。三个哦，啊，较巧啊，加固一个啦。伤好食咯，真好食。阿嬷好食吼。没分享。好食无？好。文化部中华美学馆、云林科技大学、台语文创意园区，我是龚怡。即马伫咧向光技术138，你即马收看的是台语老厝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阮草岭。这是我阿嬷，阿嬷你叫啥物名？过招你。过招你，啊，听讲你有日语的名，对无？咱知。来，你日语的名叫啥物？皮肉裤。皮鲁克。啊，我知影阿公嘛日语的名，阿公叫。马萨奇。马萨奇。嘿。你时阵像哪里有日语的名？阮老爸老母拢叫安尼啦。哦，啊，这是我的妈妈。你叫啥物名？我叫秀美。咱即马由即马开始，咱要来介绍咱草岭的烤地油甲烤地油鸡。啊，这是咱三代的传承。吼，咱阿嬷教我妈妈，我妈妈搁教我。哦，会切落掉，啊，热。咱的姜甲有讲爱用啥物姜较好？用咱这粉豆姜。粉豆姜，爱老姜还是幼姜？爱老姜。老姜较香遐。嘿，较香。以早咱伫草岭有开餐厅，我会记哩，迄人客伊拢有讲，伊上爱食咱的姜，啊用切呢，切安尼，足香的。哦，袂当伤薄，袂当伤薄。哦。哎呀，油鸡加添淡薄啊。啊，现在甲大家介绍，阮草岭烤地油呢，是咱台湾上好的出产的所在。嘿，啊，这是阮家己阿公阿嬷种的，啊，阿公阿嬷即摆有岁啊，所以即摆我的二姑、甲我的三姑，干嘛你讲？三姑，因倒来接手阿公的园，啊，希望甲咱这烤地油甲传承出去。会切哦，切完，别做。烤地油烤地油哦，爱种偌久？哦，种了爱下肥啦，种落吼，2、3年啊就会生这啦。生这？嘿，这都是种落3年就生这啊啦。哦，啊，这是拍过的对无？嘿，迄有拍过，有洗皮过啊啦。其实这几年咱台湾愈来愈多人重视健康，嘿，所以咱拢买沙拉油，食这个烤地油真好，真好味啊。对，咱这比欧洲的橄榄油，啊较好诶，火辣热，啊，咱油甲倒落。有一个小刀大概100度的时阵，甲伊落井，啊，即马开始收边，开始咧收这鸡肉。互伊外酥内软的收边。若要较咸芳，咱就爱煎了较赤。这烤地油就是吼固味，吼我自细就是比较大汉的，吼啊爸爸妈妈种这烤地油，啊咱会固味吼。阿妈我记你以前你透早白起来拢会啉一汤匙啊，安尼啦。咱迄啉就对，固味。但是即摆较少人安尼食对无？有哦。之前会这样顺啦，这迄派啦，嘿啦，这以前像金仔色安尼，对，啊，阮都有传烤地油、米酒，还有豆油，嘿，阿公讲的盐、米酒、豆油。阿嬷，即摆天气慢慢变寒，阮会当转来遮，甲你住。好啦，对啦，好啦。对草岭上印象嘅。我上印象就想阿嬷甲我拍。你捌看阿嬷即摆呢？清澈、清好好。就是以前伫草岭，咱无手机来当耍。啊，落雨天，落雨天走去落3个走去。阮三胞胎。去生水，因为有苦辣嘛。系啊。去生水，生到规副单包裹转来。
我较推啊。阮阿嬷无讲无答，伊要甲你推，伊袂甲你讲，伊要甲你推，伊점점啊去甲他门拢关起来，啊又叫阮三个来，啊伊才有迄滴蛇啊，你知迄是特殊的钢牌武器，幼幼长长，底下迄种。啊伊出落伊会安尼，一零啊，一零，但是迄拍袂流魂，对无？就是拍先都疼，但是袂流魂。所以提供予所有家长。要讲伊哪会使用滴蛇啊？ 3个吼，啊，较巧啊，加顾一个啦。我细汉时，阮妈妈甲阮阿嬷拢对我较严格，伊会感觉讲是我带头，带伊去佚佗。早早因为咱迄个卡西都讲无咯，够热，阿公有讲，爱火爱热才会芳。啊，即摆阿嬷有甲咱提醒，就是咱这鼎一定爱热。细汉拢是安尼。 我妈妈在做的时候，我好玩我，因为迄伊有吃啊，会吃，但是伊就是爱吃啊，半煎煮，才会芳。爱干掉了吼。对。啊，因为我较爱食安尼姜芳，你甲咱家大家介绍，咱草鸟有啥物倒位好佚佗的？哦，红来宝宝，水盐冻，水盐冻，啊，迄房山，大房山呀。哦，这加做婚姻关吼。 放过家己关嘛，迄阵高丽大地动啊。其实草鸟迄时阵是做老的，阮头仔甲阿嬷伫车顶有讲，阮放假时阵等下倒旁菜，因为人客真正真多。嘿，好，迄阵人客有够多啦。做到2楼对无？嘿，做到2楼去哩。啊，但是最近因为咱婚姻关、县政府搁咱文管处，咧发动咱草鸟的公共，有嘿，对啊，伫咧中湖遐即摆嘛有一个足水的。就营区。了。 咱咧附近有介绍，了。啊，这件衫嘛是搞伊送我，伊讲讲我若要营销。当时年的时阵爱穿，草鸟搁有一个悬的迄个所在做啥物？哦，遐做5块2的啦。哎呀，5块2的。迄地山那挂水咧。哎呀，啊靠在卡蒙布啊。哎哟，会卡蒙布啊。真侪游客。 好，稳定来啊！这阮阿公甲阿嬷。较细拍一组吧，哈。嘛，个朋友来请看卖迄个餐柜，对啦。可以来。哎，敢有真芳？跟大家介绍，这是为来的朋友，新西兰来的朋友，嘿，啊，伊是咧日本住30年，今仔日。 做欢喜，教阮做伙徛草鸟，啊！你闻到这个味，橄榄油有啥物无共？足香，是毋是足枵的？阿嬷介绍啊。你敢要试看卖？康巴时阵食一丝丝啊？阿公嘛加入啦。对啊，我阿公足高知的，阿公伊早拢会。 甲人客介绍口袋油，好啊是。食起来有淡薄仔巧克力豆，巧克力豆真正假的？阿妈有吗？有。巧克力豆的味，啊你啉了有感觉然后非常好势。舒服哈，真的。迄大油锅啊，是希望我这边补充一下，咱头仔有新客。盐巴，然后搁放一寡豆油膏。阮今日豆油膏嘛是用阮婚姻的名产瑞春的豆油膏。 再来搁加一寡米酒，有搁较香无？搁较香。炒咧，安尼。招文安尼就会让起鼎上菜咯。欢迎来草鸟佚佗。我妈妈伫咧岛内开店的时阵较无闲，所以常常有时阵我若放假还是脚手较无够，阿公阿妈拢会带阮。 就是甲阮爸爸妈妈斗带囡仔，所以阿公阿嬷因拢常常会甲阮支持，包含我迄时阵出国的时阵，阮阿嬷嘛甲我斗相共，阮阿公阿嬷一直甲我做疼痛的。即摆阮嘛做侪，阮2句甲3句，阮妈妈嘛常常会倒来看阮阿公阿嬷，啊嘛希望甲阮遮诶厝甲整理啊较详细。阿公阿嬷因即摆养老，当较方便嘛较安全。
啊嘛希望甲阮的民俗甲修正，会当下搁较侪人来看着阿公阿嬷因家己种的苦茶油，啊，搁因炒的饭菜安尼，这有感情的哦。好食哦。啊，伊是伊就要去读册，拢爱行1、2点钟的山路用行，对无？嘿，啊，但是即马咱的路做了较好啊，尤其是即几冬。这当阵啊，破病爱偌久的山路？我走3点钟啦，去竹山。去到竹山哦。去到来了，才有超济。真好食咯。国语讲欢迎你行来，多谢。啊，台语讲爱定定来。感谢。好食。真好食咯。草领一支花。哦，多谢多谢。感谢。真好食。感谢你哦。以早洗了。你要食饭咧？酸啊头水的，迄时阵伫草鸟有一间做稳定的饭店，叫草鸟大饭店。迄时阵去人天点去遐做柜台。现在洗了水，会晓讲话，叫人去做柜台。这个追求者摆甲真哦。摆甲真哦。安尼无啦，摆甲火车站尔。阿妈好食吼。没分享。好食无？好。文化部中华美学馆、云林科技大学、台语文创意园区，我是龚怡，即马伫咧向光技术138，你即马收看的是台语老厝。